几多学生诶，如有安尼嘅经验，是学校传统是多会味，唔过去诺贝斯嘅食材又唔伫哪来嘅。清华大学有一群归校主事嘅学生诶，如同学校诶票传统做下，对设计菜单、卖菜、主食如系伊能提做。每2到3礼拜还会问菜单，由无教养嘅学生诶来做主厨。韩国也间传统食材本钱。有6到7成按度，系用有机无土菜地农民嘅作物，如系爱学生嘅，如食到安心无负担。睇學生下課嘅，唔係去圖書館，就係3、5嘅朋友，悄悄到就強下出去了。不過啲清華大學嘅教研都好，有一群學生嘅下課嘅時節係去學校嘅做下。帶點最熱咩？冇嘅做點衛生區。當地嘅佬將買咗類嘅食材、西槍、刨皮、韓國切切嘅，佢係經營嘅主廚謝真偉。就是很喜欢吃东西，然后到之后就是想要看看自己吃的东西是什么，从什么东西变来的，就去研究啊，就觉得啊好像蛮有趣的，那就是做下去这样子。謝真偉帶定按到女蟲嘅工作盤，13週以後做出各種菜式，佢哋都會好強風產嘅前台學生嘅，亦特別係一間學生嘅自家對經營嘅做下，為成立係認真，學校有一門社會創新嘅課程。目的係希望用創新又做嚟改善社會問題嘅方式來發想嘅，就按呢傳統喺90年代成立，希望未來改變學校嘅飲食環境。就一方面是回應那時候社會上的一些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，那一部分也剛好我們學校的餐廳那時候營運方面就也沒有很好，那時候就想說，如果有一個廚房是可以讓學生他想要做料理的話，他可以來這邊，然後不僅煮給自己吃，也可以把他料理跟大家分享的話，這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參加嘅學生嘅個個係托無教用嘅內所，團隊透過本組嘅方式，我記下到自家內上當禮拜嘅菜單，頭月2、3禮拜嘅就會揾一組。從萬聖節一禮拜對前菜、湯、主菜到飲料一條，都看得出幾下條嘅用心。之前就不會特別想來，就是因為我覺得這邊比較離平常會生活的地方比較遠，然後就也沒有特別好吃，然後就不會想要過來。我覺得很棒，像剛剛那個眼珠是那個用珍珠做的，然後而且你看那個就是它的還會把指甲剪出來，我就覺得很棒，對吧？很好吃。因為是就是同學自己規劃的，然後這包括整個環境，然後食物都是學生自己來，所以我覺得意義很非凡。然後有同學把關就比較安心這樣子。我覺得就是呈現一道作品，就是一道菜的時候，裡面應該會有更多的心意在。對，所以我覺得就是從學生從自己，因為學生跟商家是完全不同的角度。對，所以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去做一道料理給學生，我覺得更有意義。雷坤啊，也對學生嘅創意料理有台灣式、日本式、韓國式同意大利風味也到。兼辦為主導又好賣，是為製作技下擺，亦會請專業嘅欣賞來教。第一次是你自己想做的菜單，然後試做，然後假如說你這一週有請導師的話，你可以給導師吃。老師覺得還不錯，然後導師也會給你一些建議，然後給你完建議以後，第2週你再回去再自己做一次，然後再給導師吃，然後最後第3週就是要最後就是出產這樣子。又搭配就從係一個料理嘅實踐比賽，包含營運團隊、主廚、另外從經營業都係無兩節。係請諾貝嘅先生來開相關培訓課程，屋企也到飲食食材。韓國地位用嘅做出亞條方式，算係不及亞條嘅付出。如果我們有剩餘的利潤的話，我們就會去請一些外面的導師，可能是外面一些餐廳的主廚，或者是一些甜點師傅，然後我們就請他來上課程。然後小大廚房的成員都是可以免費參與這些課程的。就我們希望可以把這邊就大家可以來這邊煮料理，然後但是也可以有一些收穫，就可以增進他們的廚藝。這個是茴香哦，茴香哦，茴香，我可以聞嗎？茴香你單純跟炒醬吃，可以聞嗎？可以啊。
可是茴香下面不是有一根大根的东西吗？那不一样。也都承认平常时会主动去各地嘅有机市集、毛竹嘅旺菜市场，还会去拜访农民。老记也都打嘴鼓，学习含较多有关食材同料理嘅知识。让学生非常了解说你的食材来自于哪里，然后你的食材对农户对学生们餐厅他们的安心度在哪里，让他知道说我们农民在辛苦的公正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说友善的利用他们，完全食材不会去浪费他们。因为这边农民都很喜欢分享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念啊，然后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他们一些种植的想法。然后像有一个就说他喜欢来市集是喜欢跟人面对面交流，然后他想要教给一般人就是正确的知识，然后就来这边也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。我觉得来市集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农民就是1对1对谈，因为这不只是可以让你接触食材，可以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假如说你只是在网络上订货，或者是就是反而没有亲自接触到东西的话，农民会告诉你很多他自己在农业上的一些知识。实际了解农民过后，也都承认因为一般春堂食材本钱太贵係三成，也都卖嘅預算係用6到7成，就看得出也都有幾用心嘅。其中3成邊呢，也都還會去買有機、無土、菜地小農嘅食材。大白買嘅食材，咪會定用啲高原食材嘅平台都好。有上是买家下店家每位本地也都建议。我们台湾的食材很棒，但是它有一个季节的问题，对，就是说你可能秋天，你就吃不到就是当令的可能白萝卜都还没出来，对，那你可能冬天围炉要吃的东西，你在夏天我突然想要吃火锅，但是这个时候大白菜没有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讲，我们就依我们的对食材的了解跟经验，我们就是在考量到价格。就还有成本控制之下，我们尽可能的使用那些我们觉得可能比较友善在地耕种的食材，对，然后我们会去选择这样的食材。呢度好高都好都有春堂，也見啲好高都好東木橋用嘅春堂，主題上嘅改善高熱實地問題。也條咩希望未來也從做法會帶到好高路背去，希望結合外國用者好高嘅應用同儲存，新移民認識也條議題對發揮社會嘅建議。安尼也做高熱現實嘅規劃，將會留你同食材含高土地來到海卡減。